让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咱三个来祈祷。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和华，阮的石盘，救赎阮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阿门。阿门。在2个礼拜前我到多伦多在这个一对新婚的一个年轻人当中替他们证婚。2礼拜前我去多伦多去替一对年轻的人的婚礼个主持。去了那边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那边是多伦多的一些几个台湾教会的一件大事情。去到遐才知影讲，伊遐是伫多伦多一间台湾教会一个真大的代志。很多在多伦多的一些台湾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去参加这个婚礼。真侪伫遐的台湾教会兄弟姊妹拢去参加这个婚礼。那我也是代表教会跟那些弟兄姐妹问安。我是代表咱教会甲遐兄弟姊妹请安。那他们也是有在跟我们这个蒙特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问安。因也是同款咱台湾蒙特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会友跟请安。那婚礼结束以后，第2天主日崇拜以后，那我就飞到温哥华。第二天婚礼结束了，我就坐飞机到温哥华。去找 Daisy 跟小孩子，跟我的在那边的家人。去找牧师娘，甲伊的厝，甲伊的4大人。我晚上9点的时候到温哥华。我用暗时9点到温哥华。他们11点的时候，他们就是那边所有的这个家人，就是开大夜车到 Portland。因所有的亲人伫11点的时开车到迄个所在。是因为说有很多的小孩子、很多的孙子们，那希望说他们在大夜车的时候，在车上可以睡觉。因有足侪的细汉囡仔，就是因遐的孙仔，毋茫讲伊在坐夜车、暗车的时阵会当伫遐困。那中间我有路途当中我也有这样开一阵子。伫个路途中间，我也有甲伊开一段时间。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坐了6个小时的飞机，然后还要再开另外6个小时的车子。我已经坐6点钟的飞机，但是我要搁开6点钟的车。我那时候记得说很疲倦，有几次都差一点要睡着。我真野性差煞就困去。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先分享一段这个 video clip 那里面所描写的，其实我很能够体会。我即特先要来分享一个 video 的影片，我会当做体会内底的内容。这个 video 它是从一个电影，它叫《Plane, Train and Automobile》。这个电影是对一个袂晓翻译的电影名内底用出来。火车、飞机跟汽车。火车、汽车甲飞机。那他们也在开大夜车。因嘛是咧开暗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发生什么事。先来看这个 video。Hey! Hey, what's going on? Some joker wants to race. Don't race. That's ridiculous. All right,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Put your window down! He wants something. He's probably drunk.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What?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He says we're going the wrong way! Oh, he's drunk. How would he know where we're going? Yeah, how would he know? Thank you. Thanks a lot. Terrific. Thank you. What a moron. You'r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You're going to kill somebody! You're going the wrong
很有趣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真有趣味的一个短短影片。他在叫说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你走错方向了。伊咧甲伊讲，你行唔对方向啦。我喜欢他的那个回答说，他怎么知道我要走什么方向？我真介意这个回答，讲伊太知咱要去倒位。我今天用这个影片是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来思考说，如果你的人生走错了方向，咱今日看这个影片，就是甲各位来讲，咱的人生如果若是行唔对方向呢？第一个，你怎么知道说你是走错方向？第一项，咱太知影讲咱行唔对方向。第二个，谁会跟你讲？第二项，什么人会通甲咱讲？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在这个北美社会有一种英雄崇拜、偶像崇拜的现象。伫咱这北美的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英雄偶像的崇拜。可是，在这些偶像崇拜当中，很多我们举出来的这些例子都是不好的例子。但是有真侪偶像崇拜中间有几来的例，拢是真歹的例。记得好像是在去年，去年的时阵，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Justin Bieber， 加拿大是一个真出名的一个歌星歌星。那这个 Justin Bieber， 他说他16岁的时候他就写一个自传。这个歌星16岁时就写一个自传。他自传的这个 title 叫做《我的人生》。这个自传的抬头就写讲我的人生。我想说，16岁的一个小孩子有什么人生自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想讲，这16岁囡仔有啥物人生的自传会当甲咱大家讲？哦，果然他18岁的时候，那16岁的时候还很清纯。第16岁时，伊还阁真清纯、真纯洁。现在好像18岁哦，开始在闹事情。即马18岁开始咧出代志啊！喝酒啊，抽大麻，啉酒食大麻，被警察抓，一大堆事情发生。互警察抓去，大堆代志发生。所以这是想说，这是给年轻人一些不好的榜样。这个是一个少年人真无好的模样。那在北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打高尔夫球的 Tiger Woods。伫北美还有一个真出名拍高尔夫球的Tiger Woods。他打到这个高尔夫球打得很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哦，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伊拍高尔夫球拍真好的时候，大家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模样。后来才发现说他的私生活很不检点。后来才发现讲伊的私生活真无检点。在他的婚姻当中不忠。伫伊的婚姻的中间无忠实。有人说哦，没有关系，只要他球打得好，他的私生活怎么样我们不管。有人讲伊球若拍好就好啊，伊是私生活安怎咱莫管伊啊。可是你慢慢发现说，其实在不同的这个运动球员当中，他们不止他们的私生活不好，是在他们的运动，他们该进的这个运动的竞争当中，他们也会有欺骗的手段。咱若安尼看，真知影真侪运动员因毋俩讲伫私生活无好，是伫因的专业的运动的顶面嘛，用真侪欺骗的手段。不管是说这个骑脚踏车的这个 Lance Armstrong， 不管是咧骑脚踏车比赛迄个Armstrong，还是打棒球的这个 A-Rod， 是 A-Rod 咧拍棒球的迄个球员。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竞争的范围当中，他们都用很多的药品啊，很多的方式在欺骗。因咧竞争的比赛内面，因用真侪欺骗的手段，亲像用药品来挑战。为了就是要追求这个第一名。为着要追求第一名的成绩。所以很多的运动员也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真侪有出名的运动员嘛，不是一个好的模样。那有时候我们看说，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政治家、国家的领袖。咱看咱这政治家，咱这国家的领袖，很多觉得说，他们这些领袖应该要有一个领袖的好榜样出来。对，咱感觉讲这做领袖的人应该有一个领袖的好模样出来。后来也是发现说，里面有很多的贪污。后来咱发现讲，因内面嘛真侪贪污。那在有一些很不好的政治的手段。有真侪无好的政治的手段。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说，我们整个社会普遍性的腐败，咱会当看到咱
这社会上真济普遍性的腐败。好像基督徒在这样子的一个衰退的社会当中，好像我们是好像很孤单。咱基督徒伫这个社会道德咧败坏中间，咱感觉咱是基督徒，亲像真正孤单。可是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但是呢，咱的圣经伫希伯来书内面有给咱一个好的提醒。我们并不孤单，咱实在无孤单。在这个信仰的路上，我们不孤单。伫咱信仰的路上的顶面，咱无孤单。希伯来书第11章，它里面列出很多一个一个列出的一些以色列人的信仰之父。伫希伯来书11章内底有列出真济以色列人这信仰信心的老爸。他每一个他都是用因着信，然后这些信仰之父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每一个圣经拢描写讲，因对着信因做了什么代志？因着信，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土去上帝指使他要去的地方。因对着信，亚伯拉罕离开伊的家乡，去到上帝指示伊要去的所在。因着信，他献上了以撒。对着信，伊献上伊的独生囝以撒。因着信，以撒分别祝福了雅各跟以扫。因对着信，雅各分别祝福约瑟甲以扫。因着信，雅各特别祝福约瑟的2个儿子。对着信，雅各特别祝福伊2个囝。因着信，约瑟当他要死亡之前他就讲说，上帝有一天会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对着信，雅各特别死的时阵，伊讲以色列有一摆爱搁离开埃及，倒转去甲上帝予伊应允之地。因着信，摩西他本身是有法老王女儿的儿子的身份。对着信，摩西伊是有法老王的公主的囝的这身份。可是他并不珍惜这个身份，反而因着信跟神的百姓一起受苦。但是对着信，摩西伊无晓着伊这个身份，伊甲以色列百姓做伙受苦。他最后带领以色列族离开埃及。最后伊有带着以色列族离开埃及。因着信，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对着信，以色列人过红海亲像大地。环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以西耶利哥城7日，城就倒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妓女哈拿、基甸巴拉。希伯来书描写唔尔，遮还阁真济亲像基路、纳哈、基甸、巴拉、参孙。还有参孙，还有耶弗他、大卫、撒母耳。还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还有众先知根本讲不完的一些信仰的见证。真济正先知咱讲袂煞、讲袂了，而且见证的代志。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有很多很多，从你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信仰的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伊是在提醒犹太人讲，恁的祖先有真济真水的见证当做模样。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有很多的信仰见证。其实咱做基督徒的，咱嘛有真济信仰的见证。在天主教徒，我觉得有时候我有一点羡慕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有圣人。有当时我会真欣赏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有真济圣人。他们这个圣人不是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描写说的圣徒。因咧讲天主教所谓的圣人，不是保罗伫新约写遐个圣徒。因为圣徒是所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族群，叫圣徒。因为圣经内底的圣徒，就是咱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到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叫做圣徒。那天主教的圣人不太一样。天主教的圣人无啥共款。因为天主教的圣人是说，在教会看着这些某一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信仰的榜样。天主教的圣人就是讲，伫教会中间看一寡信徒，因为当做出真好的模样的人。特别教会封立他们。
特别是教会给封立，互因做圣人。就是要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要看这些人所列出来的信仰见证。啊，就是要互信徒看这列出来这圣人的信仰的见证。这些圣人算一下，大概有超过1万个人左右。啊，天主教的圣人算的有超过1万人左右。他不只是说新约圣经的，像说圣保罗、圣彼得、圣玛利亚。啊，因的圣人唔俩讲圣经内底的圣保罗啊、圣玛利亚彼得圣彼得。那甚至还有在早期教会的教父，像说圣奥古斯丁啊，像是早期教会像奥古斯丁，或是说中古世纪的这个圣法兰西斯啊，中古世纪的圣法兰西斯。这个圣法兰西斯他被封为说是动物跟环境的圣人啊，法兰西斯用封做动物甲环境的圣人。其实在这个教会的认知里面圣法兰西斯他是最关心贫穷的人。其实伫咱教会界所认知，这圣法兰西斯伊是在上关心送养人。所以现在的这个教宗他也是用这个法兰西斯的名字。所以目前这个新的教宗就是用法兰西斯这个名，也是来代表说现在的现任的教宗对贫穷的人特别关心。是代表讲，即马现任这个教宗，伊嘛是真关心送养人。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圣人。这是这几个是拢较有名气的这圣人。那还有很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圣人。还有真侪咱从来没听过这圣人。有一个叫做圣纳欧特。有一个叫做圣纳欧特。我想从来没有人听过他。我想咱真少听到。那你去查他的这个圣纳欧特的历史的时候，他发现说，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实咱若去查这圣纳特、圣奥特这个历史，你会发现讲，伊唔是做啥物偌伟大的代志。那不过比较特别的是说，他的身高只有4尺高。但是较特别的是讲，伊的身高只有4尺宽。可是他不会因为他的个子矮，然后他每天早上他要读经的时候，他就跑到一个井里面，浸在井里面在读圣经。唔是讲伊的身材较低，伊逐日要读经的时候，拢去一个古井内面浸在古井水内底读圣经。所以这个天主教会就封他成为鱼的圣人。所以天主教会就封伊做鱼的圣人。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西门圣西门，他是这个斯提莱特的西门。搁另外一位叫做圣西门斯提莱特，他是在这个第5世纪的时候，在埃及的沙漠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道士。伊是第5世纪伫埃及所在一个真出名的修道士。他有做什么？就是说他花了37年的时间，他就住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伊做啥物代志呢？伊就是用37年的时间伊徛伫迄真悬的条的顶面。那他说他要在为埃及众百姓祷告。伊讲是伫遐为着埃及的众百姓伫遐上帝祈祷。那当时的埃及的这些百姓，他们看到说他好像比较靠近天。当时的埃及遐百姓发觉讲伊是伫遐较靠近上帝。很多人真的是围在他的旁边，就是求这个圣西门来替他祷告。真侪人拢围伫伊的边啊，请这圣西门来替因祈祷。他住37年。伊住伫条的顶面37年都没有下来，拢无落来。有时候在想说，他如果说要去厕所的时候要怎么样解决？唔知影这圣人要变数，唔知要安怎去。那甚至在蒙特利尔这边又有一个圣人。咱蒙特利尔这嘛一个圣人，这是安德烈的修士。就是安德烈这个修士。那如果说我们到那个大教堂，这个蒙罗有上面大教堂的时候，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咱若去皇家山这个大教堂，咱就知影这个人的故事。那安德烈修士他本身他也不是一个神父。这安德烈这个修士，伊是修士，伊本身不是神父。他只是一个在当时还没有盖大教堂，在那边有一个中学。
伊是伫即个皇家山迄阵啊，无到定的时阵，伊是伫遐一个中学。那他是一个看门员，伊是一个顾门的人。那可是因为他会很关心在那个时候在那边上学的一些年轻人。因为伊伫迄时阵，伊真关心伫遐读册遐个少年人，特别愿意为他们祷告。特别愿意替遐个人祈祷。后来传出来说，他的祷告有医治能力。后来传出来讲，伊替人祈祷有迄个医治的能力。那后来就越来越有名的时候，那很多人就排队要等着他为他来祷告，为他们祷告。真侪人排队伫遐要等候替因祈祷。那这个安德烈修士他非常的谦卑。这个安德烈修士伊非常的谦卑。他做了这样子，20-30年替人祷告的事工下来。伊20-30人拢咧替人祈祷。他回头他说：“这些都不是我的能力。”伊倒转来讲，这拢不是我的亏力。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神迹医治。我从来拢无发现着讲我有啥物神迹的医治。那这些都是我替他们祷告以后，他们回家以后，上帝在医治他们。这个人拢是我替伊祈祷了，回去厝以后，上帝甲因医治的。他非常的谦卑，伊非常的谦卑，甚至他的名字他也不想要出来。甚至伊家己的名，伊嘛无要下去。所以那个大教堂，它是圣约瑟大教堂。所以迄个教堂的名叫做圣约瑟大教堂。可是真正他们在这个纪念的故事，就是他这个安德烈他一生的故事。但是这间教堂真正咧少年的人，就是这个圣安德烈这个修士。安德烈修士几年前在天主教教宗这个封他为圣人。伫几年前，天主教的教宗改封做圣人。改革宗教没有圣人。咱改革中的基督教，咱无有圣人。可是我们有很多信仰的伟人。但是咱有真侪信仰的伟人。我们经常有提出来的几个，像说马丁路德金恩。咱常常会听到就是马丁路德金恩。他是美国的黑人非裔的人权运动的一个主张这个人权运动。马丁路德金恩，伊是美国非洲种族的人权运动的一个真出来的人。那我们都知道说他的最有名的一个演讲就是讲说他有一个梦。咱知影伊演讲内底上出名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他的这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的儿子，他4个儿子能够住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中。那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不是因着他们的肤色被人来批判。伊总毋茫讲，伊有4个囝，伊的4个囝以後伫即個社會在生活的時陣，毋是因為伊的皮膚是黑色的來受到批判，是因為他們的人格來受到尊重。是因為因的人格受到尊重。另外一個很有名的這個Nelson Mandela 曼德拉，另外一個真出名的曼德拉，他抗議南非那個時候種族隔離的政策。伊抗議當時迄個南非的時陣，伊有一個種族的隔離。因着這樣子的抗議，長期被關在監獄裡面。因為伊這個抗議長期去受關監佇監獄內底。可是他主張說，這種的抗議一定是要非暴力的抗議。伊是主張非暴力的抗議。在當時很多的其他的想要推翻這個種族隔離的政策當中，他們都主張用暴力。當時有真濟所在攏主張這政治隔離咧抗議的時陣，攏是主張用暴力來抗議。曼德拉說絕對不可以。曼德拉講絕對袂通用暴力。縱使他被關在監獄20多年。伊雖然伊關喺監獄內底，互關20幾年，他繼續用一個和平的方式用忍耐的方式，希望這個政策有一天能夠改。伊繼續用和平、用吞忍的方式，伊毋望這個政策以後會通得到改善。後來真的是改變了這個政策，改變了南非的國家。後來真實南非的這政策真正有改變。或者是這個 Dietrich Bonhoeffer 是潘霍華牧師。是這個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牧師。他在德國，他抗議納粹黨
议这个希特勒的这种暴力政策。伊抗议德国希特勒纳粹的暴力的政策。他本身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伊本身是一个神学家，伊嘛是牧师。他本身是一个完全主张非暴力的一个牧师。伊是本身主张非暴力的一个牧师。可是当他看说希特勒在不止在德国，在整个欧洲的那种不只是暴力真的是残杀很多无辜的人。当伊看到德国希特勒伊伫欧洲残害真济的暴行，他最后尝试要暗杀希特勒，也有试着讲无要去暗杀希特勒，他没有成功，被抓到监狱。但是伊无成功，被抓去关。他监狱里面他在写说他在写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尝试。伊伫监内底有写册，伊讲为什么伊会做这个代志？他知道说杀人是一个神这个十诫里面在讲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伊知影基督徒太人是犯着十诫内底一条真大的罪。可是他说宁可如果这个暗杀希特勒如果成功的话，他说宁可我下地狱，我也不忍心看到他们德国欧洲很多人活在地狱生活里。伊讲宁可我若准太人会当落地狱，我嘛无爱看见欧洲很侪人受到苦害。德国信义会的一个牧师，伊是一个德国信义会的牧师。长老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信仰的伟人。长老教会内底嘛有真侪信仰的伟人。从台湾长老教会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高俊明牧师。伫台湾长老教会内面上出名的就是高俊明牧师。在台湾政治最黑暗的那段时间，伫台湾政治上界黑暗的迄段时间内面，因着他的信仰，他主张坚持追求民主跟人权。因为伊的信仰，伊坚持爱追求民主甲人权。那真的是说，让我们看到说，信仰跟社会公益其实是一个合一。咱看到信仰跟社会公益实在是合一的。真的，这些不管是天主教的圣人，或者是说改革宗教的信仰伟人，不管是天主教的圣人，还是咱改革宗的伟人，甚至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信仰之父，甚至圣经内面记载以色列人的信心的老爸，他们都因着信制服了众国，因为因拢是对着神太赢这个国，行了公义，行了公义，堵了狮子的口，你狮仔的嘴，灭了烈火的猛士，拍花列国的火，脱离刀剑的锋锐，闪避来刀。因着信，他们软弱变刚强。对着神，因软弱变真刚强。因着信，征战显出勇敢。因着信，因勇猛小战。因着信，他们打退外邦的全军。因着对着信，因打败歹人的战阵。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既然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咱有这么多的见证亲像云彩围着咱，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咱就放下各项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甲遐快快填满咱遐的罪，存心忍耐，用吞忍，奔在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旅程，来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弟兄姐妹，那个摆在我们前面的旅程，就是主耶稣基督。兄弟姊妹，摆伫咱头前的路站，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创始成终。耶稣基督是咱信仰的起头甲车尾。我很喜欢这句话，创始成终。我真欢喜这句话，就是源头甲车尾。因为真的。在圣经里面描写说，这些旧约的信仰之父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允许。圣经的描写，古约圣经的描写，这些信仰老爸，因也未得到这个应允。可是他们存着这样子一个信仰的盼望，
盼望要来的基督。啊，可是因遵着一个信仰的愿望，迄特别来的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的众使徒跟教会的这个众圣徒。啊，伫新约圣经内底的正使徒甲这正圣徒，他们是回头看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榜样，啊，伊是回头来看耶稣所立的这模样，用这样子的榜样成为他们的利器，能够让他们继续往前走。啊，用耶稣基督这个好的模样，加做因的快乐来行头前的路。所以，如果用时间来看的话，耶稣是整个这个时空的中心。啊，用时间来看的时阵，耶稣基督做这时间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信仰的创始成终，伊是咱信仰的源头甲车尾。他也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伊也是咱上尾啊的目标。弟兄姐妹，信仰的路并不是一定都是顺利。啊，兄弟姊妹，咱信仰的路站无一定拢是顺遂的。在我们这个路上的确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啊，伫咱行这条路中间，确实有真济真辛苦的事。可是，在这个路上也有很多很甜蜜的事情。可是这条路有真济真甜蜜的代志。有很多的这些圣徒圣人成为我们信仰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啊，有真济圣人圣徒，成做咱信仰的模样，真做咱好的样式。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们讲说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啊，当咱若行唔对路的时，伊会甲咱讲，你已经行唔对方向啦。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个信仰的路。啊，互咱做伙来行这条信仰的路站。因为在最后的这个目标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啊，因为上尾啊，这个目标是咱上第一大的喜乐。让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眼睛闭上来思考你今天所收到的话语。啊，请咱用2分钟目睭闭起来思考今仔所领受这话语。